鄧美玲女士一代粵劇名伶，出身於粵劇世家，受屋企人嘅熏陶同感染，自小熱愛戲曲。其後，佢進入專業藝術學院接受名師指導，勤力同熱愛俾佢終成大家，演出咗無經典作品。舞台就係佢人生重要陣地，佢喺呢度揾到咗自己嘅熱愛同事業，戲曲都俾咗佢好多生活嘅感悟。而家，佢從不斷推陳出新，希望粵劇藝術作為民族文化嘅瑰寶能夠被發揚光大。小學時期，因為冇系統化訓練嘅學習機會，即管鍾情於粵劇，佢都始終冇進入梨園成為一個真正嘅梨園子弟，只將粵劇作為咗自己平日生活入面嘅精神信仰。中學畢業之後，學業唔再佔據佢部分時間。啱這時已經有咗進入正規粵劇學院學習粵劇嘅機會，就佢前後進入香港八同粵劇學院同漢風粵劇研究院學習。幾年間，佢到咗名師們嘅悉心指導，諸多梨園名宿如梁漢威、文千歲、梁少玉等都傳授咗佢哋好多矜貴嘅經驗，所以佢粵劇基礎喺一開始就根基淡定。雖然係喺工之餘偷攞嘅一啲時間學戲，但佢絲毫唔覺得辛苦，因為對於粵劇嘅熱愛就係佢最大嘅動力。80年代初佢開始學習粵劇，但直1997年之後，佢先開始全身投入戲曲，開始做粵劇表演工作。因為喺度之前，佢一直幫阿媽打理屋企生意。未曾想97年嘅一場金融風暴會俾所有商戶一晚之內舉步維艱，所以喺面對咁一次重創之後，鄧美玲女士決定放棄自己喺生意場上嘅一切，全身投入到自己熱愛嘅戲曲事業中嚟。鄧美玲女士曾於1989年自己組建一個骨智粵劇團，喺成為正式嘅粵劇演員之後，佢又於2006年加盟咗麗晶粵劇團。喺呢個粵劇團中，佢積極向前輩求教，曾與前輩合作演出傳統劇目，都排演過諸多新編粵劇，如《還魂記夢》、《李清照》、《倩女幽魂》、《孔子之周遊列國》、《玉串記》、《花中君子》等。佢扮相俏麗清秀，嗓音圓潤，所以人哋都視佢為新一代花旦中嘅佼佼者。慕名前嚟睇戲嘅觀眾，戲劇係部綜合藝術，佢融舞、音樂、繪畫等藝術於一身，所以佢先具有更加震撼人心嘅力量。如果去掉咗其他藝術嘅點綴，要單純嘅嗓音嚟打動觀眾，就係一件好具有挑戰性嘅嘢。鄧美玲女士就去迎接咁嘅挑戰。呢5年嚟，佢年年都堅持喺香港文化中心同班同業做清唱演出，冇古裝身段與演上嘅配合，單靠唱腔嚟表達同演繹人物，一啲小小嘅瑕疵喺觀眾面前就會露體無遺，所以呢對於鄧美玲女士嘅唱功係個極大嘅考驗，何況佢仲要咁喺台上唱4個鐘，可鄧美玲女士不得做到咗。重像咁嘅活動延續咗落嚟，每年同入場拍那們相約於此，成個匯報演出，話俾觀眾們佢哋嘅堅持同藝術後。鄧美玲女士通過粵劇表演，每日同各類角色打交道，用自己嘅形體同嗓音詮釋各個唱本中嘅故事。喺呢個過程中，佢都越發感受到咗作為一個戲曲演員嘅幸福。可以喺有限生命中體驗8樣嘅人生，戲曲豐富咗佢生活，佢都為戲曲係度注入咗新嘅生命力，勤力同熱愛就係最好嘅導師。電影《霸王別姬》曾向我哋展示咗早年嘅梨園生活，其中有一幕俾觀眾印象好深刻，師兄弟2人喺梨園出逃，路遇明覺兒演出，前去欣賞，一路大聲叫好，一路陰公從中嚟，感慨而喊，呢得食幾多苦先可以成覺兒啊！呢並非係電影嘅扭曲作大，戲曲行當不歐門檻頗高，進入戲曲嘅門並非易事，
要想學成歸來更加係難上加難。戲曲係門兼具聲色藝嘅藝術，聲作為先奉旨條件，可唔可以直接影響觀眾對於一部戲嘅體驗？所以作為一個粵劇演員，擁有悅耳嘅嗓音係其基本條件。除此之外，對於嗓音嘅控制能力，都係其不可或缺嘅本事，令其可以喺唔同嘅情景下教自己嘅唱腔，保證嗓子嘅狀態良好且禁唱，保持音域嘅寬闊等等。呢啲係鄧美玲女士從藝以來一直嘅睺，歷年嚟佢周圍尋師學藝然未到其要領。不過有好彩喺10多年前經人介紹佢識咗中國出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育家謝怡。吳該教授 focus 於本專業嘅教學研究已經有50多年，經驗豐富，專業精深，善於引導學生學習科學發聲方法並保持佢哋自身傳統嘅唱風格。吳該教授將呢理念稱之為異口同聲。鄧美玲女士經謝教授10幾年嘅悉心之道，喺不斷嘅實踐中，唱技藝到咗好強嘅提高。而家佢嗓音圓潤優美，音域開闊，唱腔輕鬆自然，且完全唔失粵劇嘅傳統風格，韻味更加醇厚。喺進入呢行當嘅時候，鄧美玲女士嘅條件並唔算最出位嘅，但而家佢卻是藝術成就最高嘅人之一。呢正源自於佢熱愛同勤力。我學習粵劇唔為求名求利，我都唔計得失，只要係我中意嘅嘢，我覺得值得去做嘅事，我就會投入。佢對於粵劇純粹嘅中意與及睺完美嘅匠人精神，俾佢堅持埋頭練功，最後佢所投入嘅時間同精力都轉化成咗佢對於藝術嘅獨特領悟，反映喺咗佢作品中。而家佢年年大約要演80多場戲，一年到頭嘅生活唔係喺舞台上表演，就係喺舞台下準備表演。有時一個月連住有20幾場演出，劇院就直接變咗佢屋企。演出已有劇目會等 show 輕鬆，如果係一部新戲，要進入個新嘅角色，講述個新嘅故事，就會要多啲時間嚟磨合，因為通過目、身段等各個細節嘅撐，人物形象先活起身。即管文藝創作並非體力活動，但係呢種情感嘅投入對佢哋嚟講都係一種消耗。一場演出落嚟，一早係身心俱疲，大家都覺得佢好辛苦，但佢自己就樂在其中，因為呢係我中意做嘅事。可唔可以將自己中意嘅嘢當一份工嚟做，我已經好好彩啦。所以對於而家嘅頻撲生活，佢既感恩又享受。呢方舞台已經成為咗佢人生重要一角。為咗保持自己最好嘅狀態，鄧美玲女士會特別注意自己專業水平嘅培養。為咗保護自己嘅喉嚨，佢平時係唔會大聲講嘢。有演出嘅時候，佢甚至少開口。於佢而言，呢一種自律都係一種專業。除此之外，佢專業修養比佢喺角色中已經可以來去行得嘅。上台即入戲，落幕之後，佢又做咗佢自己。呢個係喺一次又一次演出中練就嘅功力。喺所有同行者中，佢並非遠赴最高嗰一個，但最終佢就成為咗企喺舞台中央嘅一代名伶。因為佢對於戲曲嗰份發自內心嘅熱愛同勤學苦練嘅精神係好多人所唔同嘅。機會只益有準備嘅人，得到而家日，係佢自己成全咗自己。藝術就係咁，要不斷奮鬥。而家鄧美玲女士一早成為一代名伶，但係對於藝術嘅探索，佢從未閘住。一方面，佢有佢理念同堅持，希望自己喺藝術領域仲有所突破；另一方面，都希望粵劇可以喺當今社會取得重發展。我哋戲曲演員就係一蚊染料，你要將故仔嘅呢塊布染準染深，先至有嗰個味道。個個故仔都有佢嘅靈魂。鄧美玲女士唔希望自己係個單純嘅講述者，
更希望喺講故仔嘅過程中俾角色賦予重靈性同內涵，俾觀眾喺心中能夠準確樹立起個人物形象。為此佢會用好多時間嚟完善同豐滿自己。鄧美玲女士覺得咁嘅付出係值得嘅，更加係要嘅，所以對於自己所要演嘅角色，佢從來都係毫無保留嘅，將自己嘅情感完全交付於角色。但同時，佢都強調演戲嘅分寸有，認為演員喺戲中應該適當咁隱藏自己，唔跳出角色。所有嘅情感同表現都係為咗角色而服務，唔係為咗表現自己同演技。中國戲曲有300多種，雖然各有其特色，但其內裏都係相通嘅。所以鄧美玲女士成日迷其他種類嘅戲曲，希望可以吸納重營養，俾粵劇系度注入多啲新嘅活力。佢又求教於京昆藝術，先後向京昆出名表演藝術家陳永齡、梁谷音、黃之傳、胡之峰、劉秀榮同邢金沙學藝，從中吸取養分，等粵劇喺與京昆嘅碰撞中生發出咗多啲意義㗎。鄧美玲女士認為，粵劇本身好具有包容性，唔單單係拍子、二黃類，中國嘅好多民樂、流行樂，甚至係西方樂都可以融入去，只要融入得夠好。佢音樂係好豐滿嘅，而且粵劇唔似京劇咁個人物都有一個入場演相，佢允許有適當嘅導改同變化。只要呢啲變化係基於人物本身即可，所以鄧美玲女士認為粵劇喺而家唔算一個高門檻嘅藝術，佢都具有好多嘅流行元素，等青年一代去傳承。為咗將咁一個極富中國特點嘅藝術俾多啲嘅外國人了解同歡迎，佢仲周時去外國參加各類交流活動。佢攞過美國、英國、柏斯、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等咁嘅民族瑰寶喺異域閃光。鄧美玲女士所接觸過嘅角色甚多，佢就獨愛聰慧多情嗰類女子角色，唔理係擁有絕世才情嘅李清照，定係情到情都係凡塵性嘅陳妙常，定係情唔知其所起一行而深嘅杜麗娘，都俾佢讚許有加，因為佢自己亦係咁嘅女子。聰慧好學，從信重諾，幾十平米嘅舞台，好似一方小天地，好中樂悲愁喺呢度茂盛生長。佢喺呢度既是一個曲中人，又係一個旁觀者。佢藉呢一方天地洞悉人生百態，都喺呢度收穫咗人生圓滿。